作者總天，元太公，黃帝千禧，總董長。我設計了幾款神界身份，分別是白卡、原卡、藍卡、銀卡、金卡及至尊黑卡。白卡是新界規管新移民的身份，原卡是本地居民只要白卡住滿3年可以有，原卡是永久居民要如轉美3年有一張藍卡，或者新移民可以有加3億人間幣港元換一藍卡，銀卡需要10億港元人間幣，金卡需要100億港元人間幣，至尊黑卡需要1兆港元人間幣。人間或神仙區分最基本基民是一張原卡身份。若你們人間或神界犯錯，會有信任度和相信度的指標，100為滿分，由49至0，或負數的信任度或相信度，任何卡都一樣。如果你們信任度和相信度下降30，有機會變成白卡居民。如果擁有第2張白卡，神界會啟動的精神裝置，或者存在空間監獄生活模式。如果有白卡3年會減1張白卡，或者得1張白卡3年之後可以升原卡。如果你有2張白卡，你們就要小心，可能會長期在精神裝置空間，直到你改過為止。